刘兄姐，大家平安。秋天到了，唔知你爱秋天无？我个人真爱秋天。咱看到这个树叶啊，慢慢变黄，慢慢变红，这是一个节气中间介好的一个节气。人讲住伫维吉尼亚、华盛顿 DC， 介好的就是咱遮四季分明、四季分明，所以咱有春夏秋冬。 无亲像你住伫台湾，只有永远恒春。但总是今年真特别，咱即马秋天来天气渐渐会凉爽。但是今年暑假非常的热，可能咱住伫遮无感觉，总是真侪所在足热，全世界拢咧热。有人讲地球咧发烧啊！日本东京有一个资深的钢琴歌手，72岁。 真出名因为今年暑假非常的热，因兜的冷气机歹去，伊伫厝里家己一个住，结果伫厝里，伊的小弟一直咧甲伊联络无人，就要去伊厝看，已经伫厝里活热死，72岁。可能咱伫电视嘛捌看到报道，伫美国真侪州。 拢非常的热，所以学校开始8月15了后开始上课时阵，拢停课。Baltimore、Pittsburgh 真侪学校讲，你毋通来上课，咱该线上上课就好。这个费城 Philadelphia 开学第一日就马上停学，讲学生恁倒去上过了毋通上课。这个 Detroit 因为天气非常的热，所以规个学区拢停课。 台湾佫较热不过台湾今年真好运，就是因为咱的政府对前冬开始实行一个政策，叫做班班有冷气，每一班拢有冷气所以上课的时阵这个有冷气通去吹，袂通，所以因为这款关顾袂使停课，天气较热嘛才爱上课，总是伫遮尔炎热的天气出门上课下课犹原非常的痛苦有一个班级带冷气机歹去所以真正非常的热，老师也热，学生也热这个老师咧上国文课，就想到一个成语，就讲有一个成语叫做“生不如死”。唔知阿明你有知道无？你甲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生不如死”？这个阿明讲生不如就是讲活咧不如去死安尼。 这个老师讲，无你举一个例，互我知影什么叫生不如死。这个阿明就讲咱学校隔壁的殡仪馆殡仪馆迄个停尸间拢有空调有冷气，咱即马伫遮冷气歹去生不如死。确实，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的时阵会拄着生不如死这款的状况。 所以，咱有当时也听到有人会按大声讲：“我不如去死就好啊！死了拢无死了拢切切安尼。”毋知你捌听到你的朋友也是你的亲人讲这款话无？生不如死，这个是讲有时阵死敢若较好，死比活着搁较有价值。讲这句话背后可能有一种的理由，就是伊这个时阵非常的痛苦。 伊希望会通逃避现主时的痛苦。不过咱嘛有一句话安尼讲：好死不如赖活。就讲你死了好，不如我还阁活着。希望我活了真无好势。咱台湾话有一句话非常的传神，伊讲死皇帝毋值得活乞食。你皇帝阁遐大，你若死去，啥物拢无我是乞食我还阁活咧希望过了无较好，总是活咧。 总比你死去较好。但无论是生不如死，也是讲死皇帝毋值得活乞食，这是人面对生死的问题时阵，咧做选择这种复杂的心境。毋知咱捌拄到这款的处境无？生不如死，也是讲希望你这个时阵过了，毋是足好。 有一个困难，有一个病痛咧陪伴你，总是你永远相信死皇帝毋值得活乞食，只要活着，就抑阁有希望；只要活着，就是这种的价值。
今仔咱所读一段经文，金融长老为着咱所读这段的经文，伫腓立比书，咱读到保罗先生拄面对一个处境，生甲死的选择的一个处境。伫这个处境中间，伊讲：我若死就有利益。意思是讲，伊相信死比伊即阵活搁较好。总是我若活会通做一寡代志，会通完成一寡要紧的使命，那呢，我虽望有机会去死，总是我犹原会通选择继续活。保罗先生绝对毋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那呢，到底伊咧考虑什么货？到底是什么代志，互伊认为讲死是一个好的代志，死就有利益？到底佫是什么款的缘故，互伊继续若会通互伊选择的时阵，伊要选择继续活落来？但保罗先生伫即句话讲：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就有利益。死就有利益，敢真正安尼？死毋是啥物拢无啊吗？是安那死有利益？对大多数的人来讲，死亡并无增加什么款的利益。死亡定价是互咱脱离现主时的痛苦尔，较有什么款的利益？死亡是在互咱失去足侪利益，敢毋是？咱所听的亲人，咱所听的朋友，当咱死，咱就袂通甲伊见面啊呢？当咱的朋友若过往了后，咱嘛袂通佮继续甲伊同齐做伙，敢毋是？那咱死去了后，咱袂通看到这个世间内底真侪美好的物件，你就袂通再食着肉粽呢？你袂通再再啉着好的咖啡呢？你袂通再看到水的风景呢？敢毋是？那安尼死有啥物款利益啊？还佫你佫做侪钱也袂开了呢？即摆若死，敢是足无彩？总是对着一寡活伫极端痛苦的人，譬如讲拄着癌症。比如讲，重大的这个灾害，还是讲负债非常的多，那安尼死对因来讲可能是好的，因为死一种的解脱，死会通帮助因脱离现主时才会痛苦，死成做一条出路。总是犹原有一寡思想家认为死毋是干那脱离痛苦，死毋是咧逃闪痛苦尔。苏格拉底，这个西方介出名的一位哲学家，伊就讲死有利益，死有益好处。伫个著作中间，伊安尼讲，一个智慧的人，伊一世人咧超找死亡的意义，所以死亡对伊来讲并无可怕。伊佫继续讲，死亡毋也是无可怕，死亡会通带互咱真正的利益。但到底死亡会通带予伊什么款的利益？第一，伊讲死亡会通互我的精神得到解脱。伫希腊伫当初时有一种的想法，伊认为讲咱的身躯就是咱灵魂的家牢，所以咱的身躯若死，咱的灵魂伫这个所在就敢若得到逃放，无搁再活伫这个家牢内底。所以死亡有利益，是帮助咱脱离家牢。互咱的精神真正得到自由。第二，伊讲咱的灵魂实在是袂朽烂，所以死亡只不过是身躯无去，像是这个家牢无去，咱的灵魂会继续存在。那呢，死亡是互人伊的灵魂会通超越伫身体的限制，通去继续追求真理、明白真理。第三，伊讲你若死了有种好处。就是你会通去参加遐个智慧者的显现，死了后，咱的灵魂会通教着历代以来伟大者的智慧者。譬如讲，你若爱哲学的人，你会通去拄着柏拉图，你会通去拄着亚里士多德。你若爱讲我甲中国者的伟大人物相记，检查你会通拄着孔子，会通拄着明子，会通拄着曾子，会通拄着老子。检查你若爱诗的人。你会通去拄着李白，会通拄着杜甫。你人检测你会通拄着达文奇。你若爱科学的人，你检测会通拄着爱因斯坦，会通拄着牛顿。你若是爱音乐的人，检测你会通听着贝多芬为你来弹《夜光小乐曲》，也是听巴哈的音乐。死
会通互你一款的机会，你会通参加这个智慧者同齐做伙一个灵魂的响应，会通互你的灵魂搁进一步来得到提升，愈来愈高尚。所以，苏格拉底伊讲死实在是互咱会通进入一个更较好的世界，一个充满真理、充满智慧也充满自由这个完美的境界。但这是苏格拉底认为讲死实在是有利益。但是咱倒来看保罗先生，伊咧讲我死就有利益。伊头前有一句话，伊讲我活的就是基督。换一句话讲，保罗先生伊讲死有利益，毋是亲像苏格拉底拄则所讲遮的理由，是因为伊有经验到一项事，伊伫伊的生命中间经验到基督，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伫伊的生命中间成做一个真实的经验。伊的生命无再为着名，无再为着利，也无为着物质上的享受，嘛毋是敢若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是伫伊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伊会通因为基督的缘故，伊去听；伊会通因为基督的缘故，伊会通去敬拜上帝。因为伊有基督的缘故，所以伊的生命中间充满对上帝来的荣耀。伊会通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会通活出基督的听，甲着上帝的真理。所以对保罗先生来讲，死有利益，毋是因为伊去逃闪活地的时阵一款的艰难甲困苦，是因为伊相信，我这个时阵活地的时阵，就已经会通担着基督的滋味。那安尼，我若死了后，我会通甲基督永远同在。我会通煞了这个世间的劳苦，甲基督永远同在。因为有这个真实的经验，所以互伊充满一个愿望。伊知影，若是这个时阵伊死，伊一点仔都无通惊吓，因为伊知，当伊死了后，是伊甲基督三角地带。所以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拢有利益。生的时阵，伊是甲耶稣基督同行；死的时阵，伊是进入到伫基督为着伊备办一切的好。所以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拢有帮助。但是若活地的时阵，有的时阵伊可能就爱继续担当要紧的职务。当保罗先生讲到这句话的时阵，当这是伊的处境，伊是伫监牢内底，伊是伫罗马城的监牢内底，伊随时拢有可能面对死刑。对伊来讲，死亡有特别的意义，毋也是因为死亡会通互伊解脱。现此时，伊可能拄着遮个艰难，更较要紧的，是因为伊相信一项事，就是伊若这个时阵真正互人判死刑来死的时阵，伊会通紧紧甲基督三角地带。所以讲，这是好无比的物件。保罗先生甲耶稣同款，咧讲到咱的身躯死亡的时阵，用一句话，伊讲是困去，困去，咧描写这个信徒死亡的状态。这是身躯困去，毋是你的灵魂困去。这个字死亡，这个字亡地，这个字，就是伫希腊文中间原本就是咧困的所在，就是讲人的身躯伫亡地伫个所在咧休困。总是你的身躯在困，你的灵魂悠然清醒。所以讲，我死的时阵，我马上我会通甲基督同这地带。带来互伊真正死亡的利益，毋是死亡本身。是基督，对着遐个活着就是基督。伫因生命中间已经去经验到基督的好的人，因的生命有愿望，毋也是现主是活着，因将来会通永远活着。所以面对死亡的时阵，就是互伊关伫监牢内底，遭遇着可能的酷刑，遭遇着可能的死刑。这个无互因惊吓，无损害着因的生命。伫苦难甲磨难中间，对因来讲，毋是特别的代志，因为因无惊吓，因为因知什么时阵，因若是会通伫这个时阵来死去，因什么时阵就会通紧紧到伫天父上帝迄个所在去。所以咱清楚知影讲事，保罗毋是看轻今世的生命，保罗嘛毋是咧主张讲，咱随便将咱的生命结束。
是因为伊经验到伫今世中间有基督，所以伊相信死了后，伊会当得到更较大的利益。保罗先生活的时阵，就甲基督有亲密的交往，所以伊会通想象，也会通有期，嘛会通望死了后会通更较亲密，甲基督三个应允，因为这是基督予伊的应允，所以未来会更较好，比你活的时阵更较好。总是当保罗想到这的时阵，伊阁想倒来，那我活的时阵意义伫倒位？伊知影对着伊来讲。对着侪人来讲，那保罗抑阁活着，伊会通完成一寡重要上帝要交代伊的使命。所以，若继续伫伊的肉身来活着时阵，伊会通完成上帝交代伊的使命。所以，当伊完成这个使命了后，对着人有造就，对着人有帮助了后，伊阁去到伫天父上帝迄个所在，伊会愈感觉会通将荣光归予上帝。所以，死亡对伊一点仔都无通惊吓。死亡也通带予伊大利益，但是若是伊抑阁活着，伊会通成做别人的帮助。那呢，伊要紧要做一个选择，伊会选择伊继续来活着，通好成做侪人的帮助。那保罗先生写这条批，咱称作是《腓立比书》，是因为写予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腓立比是一个伫马其顿，就是今仔日希腊。的一个城市，咱知影亚历山大帝啊，伊原本就是对这个马其顿这个所在出来啊。腓立比是迄个所在第一个大的都市。保罗先生伫伊宣教旅途中间，第二届宣教旅途中间，将福音对耶路撒冷传到伫欧洲，就是对这个所在来开始。但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真做是。保罗伫欧洲宣教的第一站，保罗也甲这腓立比当初时，这信徒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晓互相彼此关心，互相彼此鼓励。所以保罗先生写批予腓立比教会的会友的时阵，伊安尼讲：我所亲爱，我所少年的兄弟啊，恁是我的喜乐，恁是我的欢喜。恁是我头顶的绵羊。这句话咧表达伊对着这间教会亲密的感情。我毋知当有牧者来到伫咱这个所在牧会，当伊离开的时阵，伊会甲咱讲：恁这的会友，就是我的欢喜；恁这的会友，就是我生命的绵羊无。咱对着牧者的关心，对着牧者的支持。敢会当互这个牧者会通感受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伫福音的时光顶悬，一直甲保罗同心合意。伫保罗需要得到帮助，特别是经济上的帮助的时阵，因不管是提供这个支持。所以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4章15节到16节，佮安尼讲：腓立比人啊，恁家己伫传福音的起头，拢甲我知，拢甲我知的。我离开马其顿的时阵，也有甲我互相来接手。只有恁，其他的教会无。就是我到伫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阵，恁也一摆搁再一摆派人来供应我的需要。当我所有这的物已经拢有够业有剩，我已经充足。总是恁有缘，搁派一个人叫做以巴弗提，搁寄恁所要寄互我的物件送来互我。这下拢是芳芳的味，拢是通接纳的祭物，拢是上帝所欢喜。当然，我保罗也因为这个缘故，受到恁真大的激励。一间会晓听教会牧者的教会，是上帝所听的教会。一间不管是背后咧批评牧者的教会，你想上帝会欢喜因无？毋是牧者重要，是上帝重要；毋是牧者重要，是教会重要。是因为你听上帝，是因为你听教会，所以你来听这个牧者。保罗先生提醒腓立比教会信徒讲：恁着提醒，恁着说理，因为伫恁中间有一寡歹教，
恁着提防才会做歹，就是遐个不管是拢爱要求别人着爱接受割礼，因为因用割礼来成做一个得救的一个关卡，用这个来要求别人，用这个来做伊的夸口。迄个时阵，保罗知影有一寡人，因到伫菲律宾教会，当因咧传道理的时阵，因要求这个外邦的人，拢得爱接受割礼。因认为讲，你得爱接受割礼，就是犹太人因的这个礼仪，然后你才会通得救。若是恁无接受割礼的时阵，恁就是信耶稣基督，也袂通得到救。保罗讲，菲律宾教会的兄弟姊妹啊，咱得爱为着真实的福音，得爱征战，因为这的人已经未来，咱得爱提防因唔对的教示，恁得爱同齐来征战。这个所在，保罗先生毋是讲教无好，教真古锥点毋是。咱有一寡人真爱饲狗，特别是咱现代人饲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代志。所以咱即马一寡现代人饲狗听到一款地步，所以若看到狗的三公，这是我的儿子；啊，若看到家己的三公，这是我的小犬哈。狗甲人必这换位安尼哈。当然，对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伊要强调，因为当初时菲律宾教会已经有听到一款的声，菲律宾教会伫这个时阵有一个信仰上的征战，有一寡人会因为这人教示来跋倒，所以保罗了解到这个情形了后，伊讲我有拄到两难，生甲死中间的一个两难。若论我家己本身，我真意外，什么时阵上帝互我会通死亡，然后我紧紧到伫迄个所在，我感觉这是好的代志。总是那是为着我也未完成的一个使命，我所听的菲律宾教会的兄弟姊妹，那安尼我会选择继续留落来。保罗深信，继续活在这个世间，甲正人同齐来大，会通帮助因伫信仰上互相来鼓励，来继续来成长。这是伊生命中间的一个喜乐。虽然活在这个世间，伊原有可能继续患难，伊原有可能继续受苦，总是伊感觉这个未必得伫，互伊伫这个所在做工的时阵，会通增加互伊的欢喜。最后，保罗讲：为着恁的缘故，为着我也未完成的使命的缘故，所以我欢喜继续留落来。这是伫伊祈祷中间，伊检查向上帝讲：上帝若会当，求你这个时阵调我，总是。若是你的旨意，爱我继续留在这个所在，我也欢喜继续留在这个所在。显然，保罗咧做这个选择，毋是考虑家己的利益，而是关心其他的兄弟姊妹利益。保罗的选择，值得咱好好来思考，咱是毋是真正也同款，认为讲咱死了后就有利益，直到咱无惊死亡。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有惊死亡无？也是你亲像保罗同款，你相信死就是利益，你无惊死亡。也是咱也会通安尼思考，咱是毋是相信，咱若继续活着，毋也是我家己本身的利益。我继续活着时阵，是因为我还阁有完成，还未完成的一个使命。我继续活着时阵，会通真做侪人的祝福，所以我继续活着。会通显明上帝的应验。保罗先生提醒咱，伫咱面对生甲死的选择的时阵，基督就是咱最重要理由。无论咱是选择活，也是选择死，咱的动机拢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咱欢喜来死；也为着基督的缘故，咱欢喜来活。因为伫基督内面，咱会通得到真正的利益。保罗先生写予菲律宾教会，菲律宾教会咱头提起是当初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所以伫遮徛起的百姓，大部分的信徒拢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因享受罗马公民这款的权利。保罗先生家己本身嘛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用这款的身份来比喻，伊讲毋通袂记住，恁是罗马的公民。但是，恁嘛是上帝国的公民，
所以保罗继续对这腓立比教会信徒讲：，恁既然是罗马的公民，那呢你行事为人，就要有一个公民的款。做公民就是你有应该享受的权利，做一个公民，你有应该尽的责任。拄拄亲像腓立比教会的人是罗马的公民，伫罗马的法律下面得到保护，享受罗马公民的权利，尽罗马公民应该义务共款。基督徒是上帝国的公民，所以也应该活出上帝公民的一款款式。基督徒拥有天顶公民的一款的身份，所以伊生活态度也爱甲是上帝国的公民一款的身份来相配合。所以有人讲基督徒，介无你有两种身份，你是地面的国家的一个公民，你是上帝国的公民。咱中间有人已经成做美国的公民，咱最近咱有一个兄弟叫做汉克，伊得到美国的公民，甲伊恭喜。但是除了美国公民以外，你是上帝国的公民。可能咱中间除了两个国的公民以外，阁有第三个公民，对无？有人阁是台湾的公民，阁是美国公民，阁是上帝国的公民。但无论你伫地面上有几个公民的一款的身份，基督徒最重要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上帝国的公民，天顶的公民。这个地面上的国家，咱无论活偌久，咱拢是人客。你袂通伫这个地面上活到永远。所以保罗要提醒咱，你一方面是罗马的公民，但是你是上帝国的公民。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就爱本身就爱有一个调整，唔当简单看重咱伫地面上国家的公民，咱的信用帮助咱，互咱会通。互咱的信用中间来超出咱成做一个上帝国的公民，咱应该所做的代志。保罗要讲，一个人基督徒，伊有两个公民，总是伊若敢若看重伊伫即个地面上的公民的时阵，伊所想、所看、所拍拼、所努力，只不过是即个地面上的代志的时阵。保罗讲，那呢你毋是真正信徒。保罗甚至严严指出讲，即款的人。因的结局最后就是死亡，就是沉沦，因为因的上帝就是因的巴肚，因的阳光就是因的见效，因所伫的只不过是地面上的代志。若是真的信徒，毋若是伫意做一个公民，上是伊伫意，伊是上帝国的公民，所以伊的心毋若是伫意伫地面上的代志，伊真是相信上帝，所以就爱尽上帝国。公民应该尽的一个责任，就是望迄个拯救者上时会通伫伊活的时阵，将上帝交代伊的使命来完成。做一个上帝国的公民，所以保罗讲，恁伫行事为人顶面，恁就爱斟酌，就爱细腻。恁的讲话，恁的行为，就爱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伊是上帝国的君王。你就爱照伊所行所做来效法伊。有人讲保罗先生因为重视因信称义，所以伊敢若重视信心，无重视行为。这个是对保罗伊的教导正大一个误解。咱会通对下面作者经文通看出，保罗先生咧讲到因信称义时，讲你若要得救，只有因信称做义，无别条路。总是若是你因信称义了后，你做一个上帝国的国民。你就爱注意你的行事为人，因为你的行事为人会通荣耀上帝，也是你的行事为人会互上帝见效。咱看下经文，会通看出保罗先生对着行事为人伊的重视。譬如讲，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讲我踮伫主最求欢的劝恁，恁所行的代志，就爱下伫恁所调的温。然后下面这经文。每一句拢咧强调行事为人，讲咱的行事为人，就甲耶稣基督福音相合。咱的行事为人，就爱对得起主，凡事互伊得到欢喜，伫一切行好的事顶悬会通结果子。然后伫使徒行传23章第1节讲，我伫上帝面前行事为人，拢是凭着良心。基督徒袂通放弃你的良心，基督徒是互你的良心，互圣神充满。互圣神伫你的良心来做工，
咱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毋是凭着眼见。所以咱的行事为人就爱端正。咱敢若行伫日时，毋是行伫暗暝。保罗讲：恁前，恁还未信主进前，恁随从今世的风俗，恁行伫黑暗中间，恁济行为是暗昧。总是当恁已经是上帝国的公民，恁是上帝的囝儿，恁所行所做，就应该照做公明来行。恁来行伫历史，恁来行做公明的儿女。你若看这经文，啥物人个会通讲保罗先生无重视人的行为？但是伊要甲咱讲，毋是你的行为，互你得到救，是你的信，互你得到救。那保罗强调，咱毋仅是个人爱注意家己的行为，咱嘛伫济所在其他的信徒爱共一个心志，咱爱徛一条同心合意，为着咱所信的福音来努力。伫这所在所讲的共一个心志，就是共一个定线，就是咧征战的过程中间，你是共一个定线，毋通因为内部有真侪无合。所以，互你的精神的溃力来消失。为着所信的福音，这个福音，保罗已经传达，互伫遮的菲律宾的教会。所以，遮的菲律宾教会信徒，就爱为着所接受这个上帝福音的福音，伫这个所在同齐来拍拼。保罗节来警告，伫末后的时阵，的确有人会离开真道，弃杀这个真道，然后互教会造成侪的困扰。有一寡人。和犹太宗教的传统所束缚，所以因来这个所在传福音的时阵，想要来混淆这个真道，甚至引带人来离开这个真道。保罗讲，对这个人，恁来提防，上时恁来共一条定线，伫这个所在同齐来努力来征战。所以保罗鼓舞这菲律宾教会人，爱团结，就爱同齐来面对这挑战。凡事无惊这对敌来，互咱。所传的道理，互咱惊吓，反倒等咱团结一致，会通显明上帝真正的救恩。保罗特别讲这个，是因为伊听到一寡风声。伫当时是菲律宾教会内面有两位姊妹，一个叫做友俄地，一个叫做顺督基啊，顺督基。这两个姊妹，保罗拢捌甲因同齐做工，上时因也甲保罗非常拍拼努力来做工。用群来侍奉主，是保罗非常看重因两个同工姊妹同工。保罗讲，因两个人的名拢记载伫生命册顶悬。那这两位姊妹伫菲律宾教会不只有影响力，因是教会的职事，也有可能是当初时伫社会上有真悬的地位。两人拢非常有能力，会通。做真侪工，上时因为因有这个领导能力，所以也真侪人来配合因。总是两个人会通各自甲保罗同工，却两个人无法度同工。这个友阿弟，这个名的字是香喷喷，是水的一个女道。这个顺督基的名叫做命运，叫做同行者。总是这两个姊妹共一个教会内底，袂通伫传福音这个路途中间同齐来行。这两个姊妹袂通伫传福音的时间顶悬来正做一个真正芳美的一个命运。反倒当因是彼此中间互相斗争，彼此中间互相看袂顺眼，彼此中间互相指责对方。保罗无甲咱讲到底这两个姊妹是安怎袂合，有可能是因为。因私人的缘故，嘛有可能是因为因圣经的意见无合来冤家，总是无论是头一个也是第二个，拢造成圣经推展上的破口。保罗劝告因讲，恁着伫主的内面合一。保罗毋是爱这个友阿弟，你着听顺督基的。保罗甚至嘛毋讲，你着听我的。保罗嘛毋是爱这个顺督基讲，你着听友阿弟，嘛毋是讲你着听我保罗的。保罗爱因，恁着听主的。为着主的缘故，恁会通将恁个人坚持的意见放下，恁着追求伫主内面的合一，毋是为着你家己本身的缘故，毋是为着对方的缘故，是为着主的缘故，甚至毋是为着保罗的缘故，是为着主的缘故。
保罗先生的确也要求一个甲伊同工的人讲：恁来帮衬因，劝因着三好。这个同工可能是当初是伫菲律宾教会一个使者，咱头所提起的以别佛提这个以巴佛提也是有可能是这个格利勉吉里面。圣经无甲咱铭记，总是保罗讲：我拜托你帮衬因，来宽劝因。但保罗毋是讲你着去偏袒幼儿地，而是你着去偏袒顺德基，你着爱劝因，着爱共一条电线。你着爱共一个心志，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毋是用幼儿底的心做心，毋是用顺德基的心做心，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教会的团队只有一个，就是高举耶稣基督，荣耀上帝。什么人，你若要高举你家己，赢过基督，你就胜利。什么人，你若要追求你家己的荣耀？放上帝荣耀伫一边，你就有灾祸。兄弟姊妹，咱着斟酌，咱着说哩，唔通互你的荣耀管过基督的荣耀，唔通互你的名利管过耶稣基督的名利。为着团结伫一个共一个心志，为着福音同齐来拍拼。所以保罗讲：恁已经有报赏要对基督来，恁会通得到基督。伫基督内面，甲伊同齐来受苦。上帝若疼什么人，上帝要互即个伊所疼的人有一种的利益，就是伊会通为着基督来受苦。20世纪较出名一个神学家潘霍华，有写一本册叫做《军队基督》，最门徒的一个代价。其中一个互人无法度袂记的一句话。伊讲，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阵，伊是呼召伊来死。只有这款的死，才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当一个人知影也相信耶稣基督为着伊付出伫十字架顶这个昂贵的代价，这个昂贵的恩典的时阵，伊受着感动，所以也欢喜，心甘情愿为着主来受苦，甚至欢喜。舍弃家己的性命，甚至来顺道。伫教会书中间有一句话，讲顺道只有属伫迄个介忠贞的基督徒的一个权利，毋是每一个人拢有一款的权利。上帝爱遐疼伊的人，欢喜为着疼伊来付出家己的人，有一款的机会，有一款的权利来顺道。耶稣明明教是咱讲，伫世间恁有苦难。总是恁通安心，我已经赢过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好济的思想家讲，这个世间就亲像苦海共款，就是咱无为着主受苦，咱活伫这个世间也真困难，完全无拄着苦难。那基督徒有一个特权，就是伊会通将伊生命中间所有可能拄着的苦难，甲耶稣基督的苦难三角联系做伙，也是伊犯罪。拄着苦难，伊会通伫十字架的苦难中间得到掠夺，得到保护。耶稣基督欢喜承担伊的苦难，若是伊毋是为着罪来受苦，是为着疼人来受苦。主将这个受苦当作是伊为着基督来受苦。基督徒的苦难变做有意义的苦难，因为基督徒的苦难毋是你家己一个人咧承担苦难，是你甲基督同齐承担苦难，是基督伫你内面。为你承担苦难，是你为着基督来承担苦难，和你的苦难的意义完全无同款。保罗先生安尼讲，恁若是真正要敬虔伫主内面来过活的时阵，恁有可能会受苦，总是恁免烦恼。咱为着基督受苦有偌济，将来要得到荣耀也有偌济。所以保罗继续。因为看到这款做一个基督徒为上帝受苦，为着基督受苦这款的特权，伊讲：但我为着恁受这个艰苦，我看做是欢喜。我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伫我的身躯顶面，我欢喜补满基督也未有尽的患难。保罗欢喜为主受苦，就是伊讲：我若继续留伫这个世间的时阵，有可能受苦，我也将这个看做是我的欢喜。兄弟姊妹。受苦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咱的征战的兵器，毋是属血气，是属灵的兵器。那是属灵的兵器，是上帝的话，甲着基督。咱每一个基督徒，忠实的基督徒，就提起属灵的兵器，同心合意，成做上帝的军队，共一条阵线，伫这个所在来拍拼，来努力。保罗先生讲，恁要亲像运动员共款，爱共一条阵线，然后恁就通成做一个团队，为着这个来得到胜利。团队 team。有人安尼解说，英文的这个 team 团队，意思就是讲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你若家己一个，你袂通成就，总是你若成做一个 team 的时阵，你会通成就比你原本家己一个人更较悬的一个成就。一个教会兄弟姊妹，如果伫属灵的精神顶悬，咱无法度成做一个 team， 无法度团队作战的时阵，这是教会悲哀。教会的悲哀就是大家拢有上帝恩赐，但是咱袂通成做一个 team。好佳哉，上帝无互咱孤军奋斗，就是你伫你家己的教会内面，无其他的兄弟姊妹会通甲你同齐拍拼，上帝也会差派其他的使者来甲你同齐征战。只要咱一心。是为着上帝的国度来征战。属灵的征战是咱伫基督内面成长的一个过程。咱所需要的快乐，咱会通伫对敌面前徛了在，就是因为咱会通真实成做一个团队。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来思考保罗先生讲到生甲死，以及咱搁活着的时阵，咱会通做什么代志？即互咱做一个基督徒，了解生甲死的问题，咱有咱家己本身对圣经中间所得到的智慧。孔融夫子讲：“未知生，言之死；未知生，言之死。”所以讲，咱就要重视现实的生活，好好活伫这个世间就好，莫去猜测死了会安怎。这是伊现实的智慧。当代20世纪较出名，互人称作是较有深度的一个哲学家海德格，伊安尼讲：不知死，言之生。伊指出讲，就人的存在来讲，人是一个迈向死亡的存在 ，being toward death。人的死亡已经包含伫你的出世，伫你的生命中间已经蕴含死亡的因素，常时是必然的因素。每一个人拢无法度避免将来的死亡。所以一个人就有意识到伊的死亡，所以伫意识死亡的时阵，伊会通真实做伊的决定，这是真实的一个存在。就是咱今仔日通过咱所读保罗先生的教导，甲咱讲，咱做一个基督徒，无论是活，无论是死，咱拢是属于基督。咱活是为主在活，咱死是为主在死。咱或者死，或者是活，拢是属于主的人。当你生甲死拢是为着基督的时阵，基督就成做你生命真实的意义。当你活着的时阵，你会通尽你应该尽的一个使命，荣耀上帝。当你死的时阵，你是放下你伫这个世间一切的劳苦。所以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拢是美好的代志。什么时阵有基督甲你三角地的时阵，什么时阵你的生命就呈现伊的荣耀，甲着伊的水。所以保罗先生一方面拄到这款的处境，伊生甲死两难之间，总是一方面，伊对生甲死已经非常的了解，伊选择完全顺服伫上帝的时间。上帝爱什么时阵生，伊就迄个时阵生；上帝爱什么时阵死，伊就迄个时阵来死。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伊知影讲事，伊拢属于基督。圣经无甲咱讲到底保罗先生什么时阵死。总是照着教会史的传统，保罗先生伫公元前60年到62年，迄个期间，伊是关伫罗马的监狱内底来写一本腓立比书。后来保罗受到讨绑，然后继续传道。拢是公元64年的时阵，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尼禄，伊将罗马城给烧掉，然后开始迫害基督徒。保罗将有可能第二届，互人关伫罗马的监狱内底。最后，伊互人斩头来顺道死。
伫未要死之前，伊有留一句话，这句话这是伊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写照。伊安尼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我已经尽跑走的路站，我已经守所信的道理。打了后，有公义的绵羊为我备办下地，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所要互我的。毋仅是要互我，也要互见那心无伊显现的人。伫主内面来死的人有福气，因若是煞了这个世间的劳苦，毋是归伫虚无，毋是归伫虚空，是归伫荣耀。因所做最终的果效，也要跟对伫因。因会通进入到伫上帝的国度的时阵，通听见主亲口对伊安尼讲：好，搁尽忠的萝卜，你通必来享受主人为着你备办的欢喜。这是咱一个基督徒会通对着咱的生死的问题的一个选择。更较正确来讲，这是一个基督徒会通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的自由，得到的讨棒，得到的愿望，甲得到的欢喜。咱对死亡的惊吓中间得到自由，咱对死亡的苦难中间得到讨棒，咱对永远的活命得到愿望，咱对咱的生命中间，无论是生，无论死，拢有基督的同在，一款荣耀的欢喜。这是咱基督徒的生甲死的意义。兄弟姊妹，愿咱会通对保罗生甲死伊的沉思，当伊面对生甲死两难之间，伊所做的选择，也通成做咱的选择。请咱同心来祈祷。享受活命互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毋若是享受阮今世的活命，你也伫耶稣基督内面享受阮永远的活命。求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今世的生命对你得到保守，平平安安、欢欢喜喜过日子。就是阮有拄着苦难、病痛、艰苦，阮犹原伫你的保守内面，平平安安、欢欢喜喜。阮一生的日子在伫你，阮这一生的生甲死拢在伫你，阮永远的活命也在伫你。无论是阮有生有死，互阮的生甲死，拢会通有你美好之意，拢会通有你同在的祝福，帮助阮。互阮真实明白圣经所启示生甲死的真理，互阮会通把握生甲死的价值。伫生的时阵，互阮尽力完成你交代阮的使命；伫死的时阵，阮会通进入你荣耀的同在。感谢你，因为阮知无论是生，无论是死，阮拢属于你。无论是生，无论是死，阮拢有你的疼。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
心。